继续要来看的是南投埔里，每一年固定来举办着越野路跑的夜光轮这支山，将做越野机车聚集的场地。但是安尼一来，破坏着山林生态，影响着水土的保持，嘛危害着社区居民的安全。所以电工所特别邀请着地方甲主管机关来协调，要来找出着办法来遏制着这个越野机车的行为。来加油！最近几年来，埔里镇里夜光轮山办路跑的活动，已经变成地方重要的运动指标，嘛吸引真侪国外人士报名参加。嘛因为这条路充满挑战性，有真好的自然景观，想不到越野机车人士嘛介意这条路线。今年的7月18号，机动车这样进入，造成我们一些山林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破坏。电工所收集网络影片，讲这款活动对山林的破坏甲影响，这嘛是地方人士一直反映的问题。林管处这边应该有一套的说法跟做法。我还是强调说，就是拿出一个积极有效的作为。林管处强调讲，已经设句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，嘛将加强考控甲开单。有在那边破坏到林木还有林地的情形的话，我们已经有收集到一些资料，后续我们会把这些资料移送法办。地方人士嘛决定讲，要发动地方的民众现场抗议越野机车人士无妥当的行为，同时嘛呼吁社会大众重视山林保育的重要性。